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2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雅纯。首先来关心今仔日有啥物新闻重点。金华城八案检方今仔日以证人的身份传唤前督副局长林周明，引来民众党的前秘书长谢立功是呼吁柯文哲爱认罪协商。行政院会今仔日通过证交交易税条例的修正草案，要将东港冲销的交易证交税税率减半的措施延长到2027年年底。苏花公路中德路大棒山目前现场也搁咧施工，不过为着要因应中秋的交通量，对9月13下晡5点开始会先暂停施工的关系。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到金华城的八案，检方陆续以证人的身份来传唤台北市前副市长林钦莹、前副秘书长李德全，也搁有前督法局长林周明去调查。因来民众党的前秘书长谢立功是呼吁当咧互人受害前台北市长柯文哲，得爱认罪协商，甲代志讲好清楚。不过，这煞是引起支持者的不满。前立外土加底裤，台北市前副市长平正新再去被第二遍提审。伫落车时阵，看起来心情正轻松。北检继续侦办金华城案件，伫10月第一遍以证人的身份传唤台北市前副市长林庆莹，加迄当阵的台北市副秘书长李德全了。12再起，搁再以证人的身份传唤前台北市督法局长林周明来说明。检察官为什么传这些人？我相信就是要确定柯文哲到底知不知情。那如果一旦确定知情了，5年以上的徒刑、图利罪跑不掉。根据了解，李德全捌伫咧公文批注提醒柯文哲用这种类有适法性的问题。检方伫10月已经传唤李德全作证，希望查清楚规个决策的过程。因若除了金华城案件以外，旗鼓市场改建案也和市原积极独立维经集团旗下的中华工程。对此，中华工程要告台北市原张小平等人。说你看这嚣张的企业嘛，恶人先告状，我觉得是无法无天的这财团。不过柯文哲因为金华城案件被羁押禁见，民众党的前秘书长谢立功希望会当认罪协商，争取上有利的结果，也引起支持者不满，要求开除谢立功。不太明白或清楚他的理论基础，他的发言跟我所知、跟我所理解的有很大的落差。认罪协商的概念，并不是要他去认他没有做过的事情，针对他自己没有否定的事实，推展性的态度就是说愿意把这些讲清楚。谢立功认为柯文哲有需要说明的，就讲好清楚，争取各界认同，才当反手为攻。民众党的中评会是讲，有受到党员的申诉，将会立案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潭子区户政事务所逼出一位60岁的公务员，伫咧民众申请户口抄本印鉴证明的时，才爱纳行政规费，拢互伊收入去家己的落地内底，拢总清占6万多块。检方昨侦查调查终结，将这位公务人员是依照贪污治罪条例、甲伪造文书等等的罪嫌来提起公诉。民众耐心等候叫号，台中市潭子区户政事务所受理民众申办业务，但是一名60岁的本身户籍员涉嫌为2022年到2023年3月期间，侵占民众纳的行政规费，无核实缴库私吞，扣内部检举，台中地检署在1号终结提起公诉。消息一出来，民众感觉真不可思议。没有想到那个还可以收起来，因为那个不是都有规定说要上缴嘛，就觉得好像很多数据都是假的，对。潭子区户政事务所表示，本人利用民众申请户籍誊本印鉴证明的时阵，将每一笔10块至20块的行政规费，以加收抵报或者是根本无存档立案的方式私吞。在2023年内部抽查稽核的时阵，发现报表异常才别空，后续由检方指挥廉政署介入侦办。就实际上，他给民众是收5张的钱，假设是收5张户籍成本的钱，可是他户政规费收据就只有开1张。所以就落差4张嘛，就是他这样就积少成多。检察官侦查终结，认定被告方某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第4条第1项第1款之侵占公有财物及刑法第213条之公务员登载不实等罪嫌，向法院提起公诉，
并申请宣告没收犯罪所得。检方调查，本南不法所得达到60515块，以一日缓刑计算一罪，合算共犯250罪。专案以涉犯贪污治罪条例侵占公有财物、伪造文书等罪嫌起诉，而且未收犯罪所得。台中市府表示，本南已经调离现职，后续会加强科学防备。记者台中报道。有一对翁仔某遭炒帮团涉嫌勾结建设公司的高层，佮协助厝主来伪造财力的资料，甲各间银行诈贷超过2亿7千万，甚至佮偷用厝主的囡仔去做抵押权的设定。即马检方是依照共同诈欺、伪造文书、甲违反银行法组织条例等等的罪嫌，甲13个人起诉。近日，该举办讲座，鼓励买厝投资。主讲的姓廖查某人生前甲翁婿联合共组的不法集团，就是江妈妈炒帮团，互人控告交易建商用假物件向银行诈贷超过2.7亿。经过检方调查，专案侦查终结，起诉姓甲翁婿甲建商等13人。本署检察官认江姓被告等13人涉犯组织犯罪防治条例、伪造文书、诈欺银行等罪，依法提起公诉。检方调查，江妈妈炒帮团是以建商会当无利息借贷，佮骗讲有买厝的补贴金，准讲买的人钱无够，嘛是照常鼓励因买厝。啊，毋过因是碰红买主收入资料，向银行提高房屋贷款金额，佮用假房价做实价登录，有关建商手头还未卖出去的厝价。第一点呢，就是要收好自己的印鉴跟印鉴证明因为这些工具呢，可以说是这个我自己的身份证一样重要。第二个呢，要了解自己的还款能力切莫这个好高骛远来购买自己还债能力以上的这个房产。规个不法组织毋但牵涉到诈贷，阁互5间银行受害。讲好的无利息借贷其实是设计好的，建商要求买主签订相关的合约甲本票，对方无授权，竟然私底下摕买主的囡仔甲印鉴，向地政机关做抵押权设定。若是借钱已经到期无能力来还，建商就会将厝拍卖，互买主失去所有权，规个拢去了了。记者综合报道。日控指数台北安全对话伫咧今仔日开办，关注中国对全球的威胁，也佫有咱台海的安全，而且佫有邀请到美国的前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来演讲。克拉夫特是呼吁讲，面对中国的野心，咱台湾就要看俄乌战争甲以哈冲突的这个经验，继续来加强自我防卫能力。日控日数台北安全对话12举行，以中国对全球的威胁，也甲台海安全为主题，佮邀请立场友台的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发表专题演讲。克拉夫特是呼吁，面对中国无涉减侵台野心，咱台湾应该都要看俄乌战争以下冲突，都应该爱持续加强自我的防卫能力。China is investing that money and capabilities specifically designed to conquer this island. In the face of this threat, Taiwan must do more for its own self-defense. The question Taiwan's leaders should be asking right now, if China invaded tomorrow, what will we wish we had done? And you must do that right now. Our government will also maintain a non-provocative and a non-adventurous attitude to prevent a serious conflict from the breaking out in the Taiwan Strait. 受邀请出席的陆委会主委邱水正伊讲，捍卫主权、加民主制度是台湾的底线。身兼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前一天伫中常会上指出，中国进前又搁互台湾的文旦进口，毋过敢若限特定关市，而且无透过双方合作的检疫平台，是利用特别的经贸往来分化台湾，不利建立台海的往来互信。先禁止，再施惠，再进行区别对待进一步的分化统战，对两岸关系的良性互动没有任何注意。邱水正希望中国莫阁透过农产品进行分化统战，牵涉到检验的部分，两方主管机关应该经由协议平台进行讨论，以保障农民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
苏花公路的中德路段前几日落大雨，又搁发生崩山。虽然目前是已经抢通啊，不过现场是也搁继续的施工，逐日敢若开放3个时段会当通行。为着要因应所来中秋的交通量，公路总局是宣布对明仔载下晡5点开始，先暂停施工的交通管制，开放互人塞车过去。 为着要赶紧甲苏花公路装着受损长的路段抢通，工程人员透明赶工课，要甲绑落的土木清好清气。目前虽然已经会当通行，不过因为路也真下，工程车嘛要继续施工。装着的管制站目前也是依期每一天开放3个时段会当通行。我们当然是希望不要管制，是对我们最好。是，但是你一定要管制的话，我们也是要配合他们。即马中秋就要到啊，公路总局考虑管制可能会对回乡的车流造成不便。 苏花公路9月13下晡5点，一直到18早起8点，暂停施工的管制。9月13号下午5点，就是礼拜5下班以后就开始不管制了然后一直到那个18号上午8点，意思就是上班日上午的8点，这段时间都不管制。另外，苏花界中间崩坑，目前路南的车道正在进行排水道的工程，车都要改走旧台9线苏花公路。 不过，考虑山区有当时会上大雨，造成安全问题。目前正在研究中间崩坑，上班的车路敢是要开放。灾前有达到所谓预警值的时候，我们就会进行所谓单线双向的一个管制通行，以确保用路人的安全。让主要的车流可以经由那个中人隧道来做单线双向的一个通行。公路总局强调讲，为18早起8点会恢复时间的管制，这个期间会放行3届。 时间是早起10点，中昼12点，下晡3点会开放通行。若下晡5点到隔顿天早起的8点，还有休困日规工是无管制。记者综合报道。风台八比者未直接影响到咱台湾，不过也是会甲咱北部、东北部带来水汽，对礼拜开始就会较高落准雨。因为今年的中秋是伫礼拜日，无固定的连假，有不少民众拢会选择拜一请假，家己连休4天。高公局是预估伫礼拜6早时落南的车阵上济，会是平常时的1.2倍。 后礼拜2是中秋节，今年敢若放一天无连假，不过高速公路局预测，可能会有袂少人伫后礼拜1请假，安尼就会当为即礼拜6开始连放4天。推测国道礼拜6的交通量会是平常时礼拜6的1.2倍，其中以拜6早起落南的车流会上济。整个形态来看，它可能是一个类似4天连假的状况，因此车流的高峰就是会在周6的部分。那预估交通量会到110万车公里，大概是平日的1.2倍。若是中秋节即天会有短途出外旅游的车阵，而且迄天国道5号上北，车会坐到暗时7、8点以后。若是天气部分，今年第13号风台。 八比者目前是伫菲律宾东海面，强度持续伫增强，而且礼拜挖进日本琉球，受到外围水汽的影响，礼拜开始北部、东北部会落短暂阵雨。中秋节即天，北部、东北部也是会受低压带的影响。东半部包括恒春半岛这边的话，云量上偏多，而且比较会有短暂阵雨。那在赏月部分的话，可能就需要碰一些运气。因应中秋节假期，台铁甲高铁拢加开班次疏运。 高铁表示，目前中秋节迄天的早起上北列车拢还有位，若是疏运期间，各车站拢会加派人力，必要的时阵会启动人阵的管制。台铁部分西部干线甲东部干线长停的列车，目前时段拢还有位。记者综合报道。 中秋节要到啊，有真侪食品厂拢在赶工。不过，就高雄一间豆腐的工厂，互人抓到有请7个非法的外籍移工。专案是依照违反就业服务法，移送予劳工局来裁罚，相当可能该业者罚75万。因为这7位非法的移工，卖互人遣返。外籍移工伫工厂头前互压掉咧，专勤队行向一问话，跑掉的嘛吼。 移民署接到通报，讲高雄大寮万丹路有一间做豆腐的工厂，涉嫌请非法的外籍移工。采取联合高雄劳工局去查缉非法的移工，一看到移民署的人员是挂金白栓，想要闪过追查，还有人摕塑胶篮向专勤队员牵过去。即要甲交管一部分伊会可能方便，啊无伊盘顶哦拢是大个嗰啲。
附近的居民听到消息拢错一条，移民署专勤队伫现场抓到7个非法移工。根据了解，业者为着要赶中秋卖豆干的订单，才会请非法移工来到三工。以越南籍阮女为首之非法中介集团，为赶豆腐工厂中秋节的订单，竟透过脸书招募大批失联移工轮班工作。广告中还注明工厂赶单。介绍工作不收中介费，吸引许多失联移工以私讯询问应征。移民署表示，非法的中人集团透过面册找黑工，免收中人钱，写真侪失联移工来因头路。专案依照违反就业服务法移送劳工局裁罚，业者会罚款15万至75万。若这7个移工卖伫收容了后遣送出境。记者陈焕武、明昭权高雄报道。高雄出名的新娘衫店，予大火烧了，但嘛互发现讲是劣管的违建，因为毋是优先爱拆掉的建筑，所以就一直拢放咧无拆。毋过嘛有民代发现讲，目前高雄咧拆违建，煞无甲这违规的民众来收罚金，一年拆除的预算嘛才300多万，安尼恐惊是拆拢拆袂了，佫会造成财政的负担，所以就呼吁应该爱比较台北来定出强制拆违建的收费标准。高雄市中华兴路甲中原路路口的这搭违建当咧拆除，因为无需要出动重机具，所以袂去用到年度拆除预算。除非是爱出动大型机具的，才会去动到预算。毋过高雄一年的拆除经费敢若按300多万，目前阁无甲民众收费的相关规定，并代质疑安尼会造成财政负担。使用者付费是一个社会上的共识哦，所以违建的拆除又影响到公共安全，我实在想不到有什么由公费来出的这个道理哦。跟民众收费，我觉得是合理啊。如果说他自己盖，因为那边本来就不能盖东西了嘛。他们也有他们的压力。那民众如果说不愿意公部门的来拆，然后你觉得你会破坏我的东西，那你就要自行自费来拆啊。高雄目前有登记，毋过还未拆掉的违建超过11万件。依照目前的人力来算，一年拆4000件，全部拆了恐惊要30年。民代执期效能无够。市府是回应讲，目前结案的违建有超过80%以上，拢是民众家己拆掉的，预算也算是会当应用。违建民众都是自拆的，那自拆的比率大概有80%至85%以上。那剩余的部分就会由我们这边来拆除。那当然我们有自己的拆除人力，大约是40位。那如果是人力没办法克服的，才会动用这一个300多万的拆除预算。市府回应，有公安疑虑的违建会先安排拆除，不过每一个案件的状况无同，无法度一概把所有的费用拢算出来。当然，预算愈侪，会当做的代志就较侪。若收费的问题，也是要等到自治条例草案通过，才有法院会当参考。记者高雄报道。来看台南市的大台南观光城已经40栋，即马是无啥物游客啊。市府就讲，考虑到建筑物是起伫咧排水暗坑顶悬，安全有疑虑，所以也决议先拆除已经收回来31户。不过这嘛引起部分的业者抗议，要求要甲店面留落来补强继续用。来到大台南观光城边顶，搭到公部门的公告，写讲遮有安全问题，无建议使用。虽望安尼，要是有反啊，伫遮继续做生意。你要拆这，讲伊内底无安全，你准做，阮准做搬走，你嘛是爱整理遮啊。你若为着讲，阮既然阮着拢买厝买遮买遐40栋啊，你若要整理就整理了，下骹整理了，佮继续还做安尼。当然，我反对伊拆啊，拆了阮就袂当做生意啊。顶日啊，几个反啊去台南市场处抗议，情绪拢真激动。不过已经40栋的大台南观光城，因为无人也渐渐衰微。观光城起伫好多用低水圳顶头下骹有暗坑，市府惊有安全问题，决议先拆已经收回31户。也那观光城确实有部分的壁梁柱裂开，更紧拢已经看现。不过真侪番仔伫遮已经做一世人的生意，望会当原地保留，补强建物。伊即摆要拆啊！你看规个拢甲伊搭即个单，空城甲空城放影。结果人，大家嘛唔敢来投资。尾后阮讲你要甲赶走嘛，要有配套啊。高雄的土木技师啊，咧来做一个鉴定，迄嘛是拢安全结构无虞吼。这个咱的既有的建筑物吼，好啊，来精修一下吼，我们营造这个绿川蓝带。基地上的建物跟基地下的箱涵，经过我们专业的检测，有公安的疑虑。第二，该用地持续被强占使用，有违法的疑虑。第三。
拆除之后，这个地方将焕然一新，可以启动地区的繁荣发展。市府强调，是因为考虑到公安违法使用甲观光发展，才会要来拆观光城。市府讲会办说明会，甲馆仔解说安置计划。不过双方敢会当有共识，恐惊搁要加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市新丰庙已经有200年的历史啊！昨煞传出王禅老祖贵国主的金身，互人偷换做李先祖李洞宾。落尾这贵国主的金身是有红还回来，不过算是规个红整容去。目前警方是还搁咧对查验嫌犯。有200年历史的宜兰市新丰庙发生神像互人调包的案件，庙方伫11中昼发现新丰夫人头前供奉的贵国主神像互人换做吕洞宾。早上出门以前还是不是他？警方接到报案来调查，验过贵国主神像12套衫，佫互人送带，更伫咧庙的户顶头。因那吕洞宾的神像是无摕回去。6点10分，我开门。伊就伫户顶的，放伫户顶。验过贵国主被送带了，庙方发现伊的面甲毛发敢若互人定擦过，目牌也无去，红话应该也有补过擦，规个变形。这尊神像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互人安尼舞，庙方真无奈，将会请示成明了，连工请师傅修补。遭替换神像于本日辰时已主动归还，本分局已锁定特定对象，理清案情。依法侦办。警方调监视器已经掌握甲神像送带民众，将会依照上诉抓人，调查案情，查清楚看是毋是有违法的事实，专案继续伫咧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关心，以色列对加沙地区透明来发动空袭，有一间收容巴勒斯坦家庭的联合国学校，甲2间徛架受到攻击，至少有34个人死亡。联合国的秘书长古提瑞斯就表示，自从以哈冲突以来，是有上百个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受到伤害、受害死亡，甚至拢无去互追究责任，实在是互人完全无法度接受。联合国军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署设伫咧加沙中部纽瑟拉特，用来庇护巴勒斯坦家庭的学校被轰炸。طلعنا نجي نشوف ما شفناش شيء شفنا اشلاء قاعد تتبزق ومرمي في وين مكان مرمي في داخل اللوع 以色列直连轰炸学校，讲学校和哈马斯犯罪分子利用。根据联合国7个调查报告，超过90%的加沙校舍被轰炸了严重受损，超过一半用来收容难民的学校被攻击。联合国表示，以哈冲突以来有要到300位人道工作者死亡。其中超过2/3是联合国的工作人员。秘书长古提瑞斯讲，应该进行调查追究责任。虽然上法院验过判决的结果也无被尊重，完全无法度接受这种情形。随着联合国小儿麻痹疫苗注射车队伫咧加沙就受到威胁。The unacceptable dangers and impediment that humanitarian personnel in Gaza are experiencing, with soldiers pointing their weapons directly towards our personnel in the convoy. The UN vehicles were encircled by Israeli forces and shots were fired. One bulldozer dropped debris on the first vehicle. 伫咧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冲突事件也愈来愈多。以色列军队伫咧空袭的支援下，攻击几多个城镇，理由是内面有反战分子。要我看到的是，附近地区被摧毁，平民百姓被杀害。以下冲突第11个月，加沙地方卫生官员讲，已经有41000人死亡。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澳洲墨尔本正在举行国际防务展，场外算是有反战的示威爆发冲突，有上千个支持巴勒斯坦的反战示威者放火，佮对警方来弹物件。因为警方是抓咸石仔水来赶人，拢总有39个示威者互逮捕，也佮造成24个警员受伤。因为澳洲的总理嘛有出面来谴责暴力，希望民众会当用和平的方式来抗争。示威者伫咧路的烧物件，向警方弹石头、马屎、加装唔知什么液体干呐。澳洲第2大城墨尔本，差不多1200位挺巴勒斯坦的反战示威者，伫国际防务展览外口对参加展览的人抗议发声，因为因示威的手段正激烈，警方是喷辣椒水、射催泪ga加树林枪支，希望因停止暴力。The police have been extremely violent towards protesters today, actually in an unprecedented way. They've used flash grenades, they've been pepper spraying people very viciously. The police violence we've seen here today is totally unprecedented and totally unwarranted. 今年防务展有31个国家1000经验者参展，示威者认为展览内面展示或者是销售的武器，
可能被用来伫咧巴勒斯坦或者是其他地区展开大规模屠杀。警方是动员上百位来自其他地区的警力，开超过1000万澳币慰安预算。维多利亚省警局批评这款示威者用暴力手段进行反战示威。They come here to protest against anti-war, so presumably anti-violence. The only way I can describe them is a bunch of hypocrites. Their conduct today was absolutely appalling. 总共有39个人因为攻击、妨碍警方、放火或者是封路的罪名被逮捕。警方是有24个人受伤，有一寡被喷到酸性的液体。澳洲总理艾巴尼斯谴责暴力事件，并且讲澳洲人有权利抗议，不过就要用和平的方式进行。公司新闻张伟玲、蒋建光编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英国的外交大臣拉米做飞机访问乌克兰，宣布要搁提供15亿美金的援助。双方嘛答应讲会赶紧来审查放任乌克兰要对罗西亚攻击的要求。另外，针对着西方国家宣布新的制裁，伊朗是否认有将底停的飞弹提供给罗西亚？就对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英国外交大臣拉米10月访问乌克兰的时阵，受到指挥空袭警报响超过要加半点钟久。乌克兰空军迄当阵伫社群媒体宣布讲有飞弹射来。布林肯加拉米是最近自波兰坐9点钟久的火车来遮，两个人也宣布将会协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布林肯讲会提供7.19美金，拉米是讲会提供6亿英镑，差不多7.8亿美金，讲起来15亿美金。Putin's further empowering his aggression with the acquisition of Iranian ballistic missiles. More than 600 million worth of support for Ukraine, including 242 million this financial year for immediate humanitarian, energy and stabilization needs. 布林肯讲要当天啊，其中有一半的资金将会用伫咧互俄罗斯攻击受损的电力基础设施。两个国家也承诺会快速的审查乌克兰伫咧放任对俄罗斯境内攻击限制要求。美国的共和甲民主两个党的国会议员拢向拜登政府施加压力，要求赶紧解禁。另外，听讲俄罗斯已经摕到上新的底停伊朗的飞弹，西方国家伫随即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伊朗外长阿拉奇伫社群媒体答问讲，对英法再一遍引用错误的情报，并且用错误的逻辑来做代志。伊朗并无提供底停飞弹给俄罗斯。一个真爱制裁人应该家己问看卖咧，伊朗哪有在调制造并且卖这款武器？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美国总统大选的辩论结束了后 ，Trump 和贺锦丽同齐去参加纽约911恐怖攻击的23周年纪念活动。因为记者是问到讲 ，Trump 敢会搁和贺锦丽进行辩论 ？Trump 强调，敢若死去的人会话要搁比一届，靠说贺锦丽输意输甜甜。庄严肃穆的仪式。911事件发生在纽约世贸中心柜顶，举行恐怖攻击23周年纪念活动。官方悼念仪式自早起8点半开始，由罹难者的家属一个一个朗读要甲3000位罹难者的姓名，并且用默哀的方式对历史事迹表达悼念。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加民主党候选人贺锦丽伫咧激烈辩论了后，加美国总统拜登最近参加。这回川普加贺锦丽两个人暂时加政治意见放一边，两人握手问好。伫即天，贺锦丽也搁加拜登最近参加宾州的纪念仪式，伫咧93号航班纪念馆献花致意，也搁去国家大楼纪念碑致意。不过在此之前，川普对记者问讲，是毋是也会甲贺锦丽进行辩论？川普是讲，只有死的人才会话讲，搁要比一遍。It's like a fighter. When a fighter has a bad fight, gets knocked out or loses the fight, the first thing he says is, "We want a rematch." So we won the debate according to every poll, every single poll. I think that are we going to do a rematch? I just don't know. But we'll think about it. I would do NBC. I'd do Fox too. 贺锦丽顶夜伫咧辩论了，随发声明，搁再录第2场的证书，和川普口舌讲，是因为贺锦丽输了伤过凄惨。贺锦丽的团队是讲，会用伫咧10月举行另外一场辩论，并且讲民主党已经传好进行第2场的辩论。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囝
镜头转来看国内，行政院会今仔日通过证券交易税条例修正草案，要将东港从小的交易证交税税率减半的措施延长到2027年的年底。专家有估，这款的行为、这款的政策对投资人插底线是有帮助，符合市场的期待。另外，今仔日嘛，因为美股起来，带动台股去622点，收伫咧21653点。因那台积电嘛有去43块，收伫咧940块。拜三美国四大指数全面拢起，其中国以纳斯达克指数表现上较显目，起2.17%。连带股市12，台股开盘一路走悬，盘中上悬捌起超过600点，有到21706点，并无受到台积电等各股除息的影响。台积电在跌破900之后呢，然后除息马上今天就呈现一个大涨的情况，我想对于整体盘势的信心是有所加持。根据证交所的统计，12个除息股包括自用、爱山林、南绿、甲台积电等6档，伊股会影响台股指数34.15点。其中台积电的部分指数可能会蒸发32.67点。不过台积电唔那一个开盘，就随马上天色大起39块，起到936块，起超过4%。盘中台积电唔那稳定徛起伫900块，还佫捌起47块，带台股做回向前冲。另外，第12个行政院会嘛通过证券交易税条例修正草案，甲东厂交易证交税税率减半的措施延长3年，延长到2027年的年底。为了维护交易动能及促进证券市场稳定发展，有必要延长当冲税降税措施3年。最近其实成交量一直呈现低迷的一个状态。那过去来讲的话，当冲税的一个这个减半呢，这样的一个政策其实有助于成交量的一个提升。专家预估，美国联准会这个月大幅度降息的机会无大，预估调降利率一码，对股市是利多的消息。因为后礼拜佫拄着台股结算，预估整体盘势是有较弱，有机会伫中秋迄卡刀休困，重新整理，准备第4季佫冲起嚟。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中信金控甲台新金控拢是正要买新光金控。伫咧昨下晡，台新金控甲新光金控是有召开临时的董事会，决议通过调悬换股的比例，希望因的买卖会当讲会成。不过中信金控这边昨嘛有报警，金管会是当咧审核，按算24就有结果。中信金要甲台新金抢新光金，所以台新金甲新光金的新新病。伫11下昼开临时董事会，决议要调悬换股的比例，争取股东的支持。以台新金控的0.6720普通股，加计0.175股的新种特别股，来换取星光金控1股的普通股。新种特别股每一股的面额是新台币10块，年利率1.665%。会伫3年了，按照发行计数全部收回。依照台新金10月收盘计数，每一股18块半，加计特别股调整了转换计数所含的新光金每一股换股计数14块100，比原本的计数提悬25%，双方的竞争愈来愈激烈。我们是11席董事通过了哈，那有2席是这个保留，2席是反对哦，但是还是通过了。我觉得有合意并购的时候，就政府应该理应就不应该再核准另外一个恶意并购来骚扰。中信金发声明讲，国际上无迄种合意并购优先的概念，收购计数比竞争对手加要到3成，无资本无够的疑虑，也提供员工3年工作权的保障，并且释出善意，合并了保留新光金的名，将会改做中信新光金控。若是以收盘计数换算收购计数，这么新兴病跟中兴病的计数正晚。那以后台新金这个合并了新光金之后，股本会膨胀的更多，那也会稀释掉以后的这个 EPS。金管会证实，中信金已经伫咧10月正式报警，金管会会继续审核，上面核准日期是9月24。因那台新金所落来是毋是搁再调悬换股的比例？台新金表示，10月初9将会开临时股东会，这1-2天就会将议案的计数资料还予交易所，也就是讲计数若决定了，就袂搁再调整。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网络散布性影像的网站创意书房，互人封起来。毋过打算传出，若毋是用国内3大电信的网络，也是用 VPN， 就会当软空芳，搁再来看到创意书房。立委表示，这是因为有部分有线电视业者无加入联合防护计划，呼吁应该就要来修改电管法，全面列管。台版的N号房创意书房散布儿少性影像，引起社会批评。去互卫福部访问了后，煞验出政策的缺失。立委发现，若是使用者毋是用国内电信业者所提供的网际网络服务，也是开 VPN， 安尼就会当顺利入去创意书房。不管你是透过3大行动电信业者联网，或是透过有线电视系统联网。只要他们依法或者说他们自愿加入了 TWNIC， 基本上一旦发生了有儿少性剥削之类的影像，我们就能有效的所谓的把它下架。我们如果想要做好网络管理的时候，势必应该要将网络接取服务业者，不论是我们3大电信业者，或者是像有线电视这样子提供接取服务的，都应该要纳入管理。针对防网出现漏洞，原因就是毋是所有的电信业者拢有加入台湾网络资讯中心 TWNIC RPG 的联合防护。立委指出，因为咱国现有的网际网络接触服务所提供的 IASP 是自愿登记的，地数量不明，所以应该就要修电管法，全面立管 IASP， 阻止儿少性剥夺、诈骗洗钱。卫福部表示，基于儿少保护的立场，呼吁电信业者拢来加入。在不修法的前提下，我们能够协调提供网络服务的有线电视系统经营者，来尽快加入 TWNIC RPT 的联合防护。纳管 IASP 的部分哦，那这部分呢，确实可以把更全面性的把这个不当的这个网站呢做一些相关的拦阻哦。对这代志 ，NCC 提出第一中登记的计划，成立电管法的工作小组，针对是毋是立管 IASP 会进行跨部会的讨论。立委嘛要求伫修法完成前，要有专案小组，要赶紧研究解决的方案。记者综合报道。屏东3年一考的东港迎王月底就要来举办，游客上爱去的花鸟市场，长期煞是因为交通违规的问题真严重，互人拢无路通好行。最近警方是加强咧处理，公所嘛有重新来规划停车格，也有改善人行道的设施。另外，也有科技执法，希望会当来改善周边的交通。今年5月份，屏东乌暗层的季节，东港的街仔路游客甜甜，花鸟市场附近真侪车拢违规停伫咧遐，地属人行道拢互乌多摆占掉咧，简单剩一条细条的通道。东港的花鸟市场长期以来交通就真乱，游客嘛伫咧怨叹。即马镇公所伫咧码头边花鸟市场的4颗链灯有重新画道路的标志甲标线，嘛有增加一寡停车的空间，街仔路看起来加较整齐，民众嘛拢真赞成这款措施。有设很多停车格嘛，所以其实真的是差蛮多的啦。对，就是比较没那么乱，对，比较安全这样。是很亲近啊，就是都很方便，也比较空旷这样子。对对对对。屏东县警察局东港分局今年6月份开始大执法，计共开出710张违规停车的罚单，所落来镇公所实施交通改善措施，比如增加乌多摆的停车格，也搁有伫咧斑马线下底加插青色的底。另外嘛设置科技执法，针对无让过路人甲路边违规停车，按算年底开始就会当规工违规处理。将持续对华侨市场及东流码头周边强力执行取缔违规，维持交通顺畅，确保用路人安全。3年一考的东港迎王平安祭典就要伫咧9月底起过路，到时人一定叉。东港警方强调，东流码头边啊有虚费收费的停车场，甲立体的停车场，民众千万唔通乌白叉车，影响交通。记者邱昭勇屏东报道。当年的9月2日是世界无车日，台北市为着要鼓励民众坐大众运输工具骑 U-Bike 去上班，即马就有推出骑 U-Bike 要送咖啡的活动，而且为着要完成2030年有70%的民众拢坐大众运输工具的目标，交通局即马嘛计划要搁推出多元的车票，提供予上北地区的民众来使用，而且介绍会比即马1,200块的月票搁较俗。
上班时间，台北桥顶边满满奥多麦有够塌，为着要减少车辆，嘛落实环保，台北市政府伫逐档的9月2日世界无车日，拢会举办活动，鼓励民众使用大众运输，骑脚踏车。今年拍算送加币，鼓励民众参与无车日的活动。真侪民众拢感觉坐大众运输真环保，嘛真省钱。阮老伙仔人搬家啊，尽量选大众运输的啦，因为大家开车啦，创啥空气歹啦。环保也有一部分，还有就是因为自行车不用花钱。根据台北市交通局的统计，目前使用1,200块月票的民众大约是50万人，比去年的1,280块的月票方案，佮加出7%，表示透过政策的手段，真正会当使愈来愈多民众开始使用大众运输。阮台北市政府所推出的1,200块这个公车票来讲阮有7%就是讲本来骑那个奥多拜也是开车的人有7%已经转去买这1,200块的月票为着要落实台北市政府的目标，希望伫2030年有70%的民众拢会当使用绿色交通工具。交通局计划伫未来推出多款月票，提供湘北地区的民众使用。目前价销是还未确定，不过交通局表示一定会比1,200块的月票更较俗。台北市政府嘛希望世界无车日唔那是一天，是会当推动至每一天。记者陈阿选谢桂林台北报道。第59届电视金钟奖入围的名单公布，咱公司台记台戏剧盐水大饭店表现真好，有入围7个奖项。另外，圣诞夜奇迹是入围电视电影奖。儿童节目的收成的迄一天，少年的主持人之一金俊杰是入围儿童少年节目主持人奖。咱台记台伫这届就有入围18个奖项。最后一个入围的是盐水大饭店。第59届电视金钟奖的入围名单，公司台记台的戏剧盐水大饭店表现出色，总共入围包括美丽剧集奖、美丽剧集类的导演、编剧、男主角、男女配角，还有原创歌曲奖，当中7项大奖。今年的戏剧种类非常的多元化，然后我们评审组合也非常的多元，除了制作人、编导演、演员。还有其他的专业技术的人士一起参与，所以整个讨论的过程，我参与的第一组，我们讨论过程大概有7个小时。还有公司台记台电视电影作品《夜王》是入围美丽剧集男主角奖，《圣诞夜奇迹》入围电视电影奖。在节目类的部分，台记台节目收成的迄一天，透过走找龙溪川内底讲台语的囡仔，对因体验收成，甲囡仔生做伙的少年主持人龚俊杰。头届主持节目也入围儿童少年节目主持人奖。其实所有入围的节目，甚至有的没有入围节目，都表现得非常的出色。台湾的综艺节目其实繁花遍野，但是呢，事实上也跟环境做非常大的奋斗跟努力啦。能够今天有这样的很好的成绩，其实我觉得都很不容易啊。另外，台记台的节目看过，那是思念心所爱的歌，海海道南先生也入围节目类的摄影、电光等等技术类奖项。主办单位表示，第59届金钟奖的报名数量，戏剧类956件，节目类有886件，要竞争48个奖项。颁奖典礼分做2天，会伫10月18、19伫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行。记者郭美玲、凯台北报道。伫咧1998年，台湾头一出动画长片《魔法阿嬷》，用动画来呈现台湾的民俗文化，也佮有妈孙仔之间的互动，是真侪人共同的记忆。即马动画团队是打算2026年要佮推出第2集。导演王小弟表示，第2集除了要继续讲妈孙仔之间的故事，嘛希望会当互大家看到咱台湾这几档动画技术的进步。讲较互你办，水手就好拍甲。讲到电影《魔法阿嬷》，一定会想到乌鸟骷髅甲演员文英的配音。1998年，《魔法阿嬷》用网甲呈现台湾的民俗文化，佮有妈孙仔之间语言和生活的冲突，是真侪台湾人的共同回忆。电影到当要26年，网甲团队打算要出第2集。
第二集内底当年的主角董董已经做阿爸，魔法阿嬷嘛做阿祖。王小弟导演表示，为着要再现过去魔法阿嬷伫日本时代的生活和语言使用，团队原底真烦恼找无够讲台语的囡仔来做配音，加在也有共学团来维护母语的传承。我就想讲，哇，要找做一囡仔讲台语呢。结果我的另外一个导演哦，曾培善导演，伊就去找，讲老师有啊，伊找到迄个台语共学团呐。哦，迄天我入去迄房间哦，规房间拢在讲台语，你知妈妈啦、囡仔啦，哦，现在足趣味的。另外，王小弟导演表示，魔法阿嬷第二集嘛要互观众看到台湾网架技术和人才伫这20几年来的成长。这届有真侪少年辈加入，嘛运用真侪3D 的技术。讲即马哦，敢若3D 应该是较简单嘛吼，拢电脑咧做啥？无，迄足长的时间，一点仔改。希望大家喜欢看魔法阿嬷，支持魔法阿嬷之外，嘛爱想着遮个囡仔，台湾遮个爱画动画的这囡仔哦，实在是很可贵。团队表示，目前《魔法阿嬷》第2集当地无主，电影嘛当地制作，拍算会伫2026年完成。导演表示，毋但希望互大家来看台湾故事的发展性，嘛希望观众做伙来支持台湾网架。记者卢长如、郑春友台北报道。咱过来看到台南大学参台南高雄的国小合作推动台语家庭的计划，一个结合机器人来辅助囡仔学母语。这学期的目标是要推展到2000个家庭，伊嘛希望政府会当整合资源，做伙来推动。阿嬷摕假金箍啊，要去邮局领钱。学生对系统一句一句练台语，每一人各有一只机器人来辅助。本正敢若伫台语课才通使用，即阵无受空间限制，返去厝靠网络嘛通继续学习。台南大学争取到国科会国家高速网络参计算中心的资源，并且推出台语家庭计划。按算这学期要招2000个家庭加入，甲母语教育对校园延伸到厝内，嘛增加亲子互动。本地袂晓台语，毋过用这个 AI 系统，我有进步，真趣味。发现学校呢教，伊拢比我捌搁较济小看一寡单字安尼，所以我感觉学校咧教这袂歹。这个年纪剧学有台语、英语做对照，唔来当陪人开讲，加当讲母语来产生相片。副总统嘛是做体验，认为这项科技有效生囡仔注心学习。另外学校搁设奖励金，鼓励亲子开喙讲台语，伊嘛期待有更加侪家庭斗阵加入。阮的家长会就感觉讲哦，安尼做有意义的，所以阮会长吼有伫阮家长会遮募一个专款吼，希望讲会当做阮学校这个计划最佳的一个推手。咱先来一个先导计划，咱邀请咱的林德国小、永福国小、个南安国小、高雄的东光国小，希望讲有2000个家庭、2000个小朋友，伫下口学台语学了，对厝会使来继续来讲台语、学英语。练习过程系统会自动收集各地头的腔口，互台语语料愈来愈多。台南大学李建兴教授毋望教育部甲文化部通整合资源来斗推动，甲台语家庭拖到全台湾。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全球的气候暖化造成农作物的收成量变无好。韩国这个热天嘛，因为伤过热，因的白菜产量变无好，影响到韩国泡菜、kimchi的产量。咱台湾的农作物其实嘛受到极端气候的影响，亲像山野、林荫、西瓜的产量嘛拢无好。为着要增加收成，政府甲真侪业者拢合作，要来改善咱的种植方式。即马嘛咧推动网仔式种植。山顶满满的白菜，这是韩国海拔1100公尺的山顶，因为地势有够悬，有够寒，这些白菜拢是韩国上界有名的。若到热天，韩国有93%的白菜拢是对遮来的。不过，这个热天全球热气，天气无够冷，白菜产量煞无好，变真贵，连带影响到韩国做kimchi的业者。이 기후 조건에서는 배추가 비쌀 수밖에 없거든요. 이렇게 계속되면 한여름에 우리는 배추김치를 포기해야 되는 거 아닌가 하는 생각을.
唔那是韩国白菜有产量大减的问题，台湾最近嘛因为气候变迁，芳量减少，造成需要开花结果的水果、农作物拢减少，亲像热天的山野、金樱、西瓜等等的农作物，今年拢收成无好。为着要稳定产量，政府、农民、专家拢咧想办法，透过农业设备来调节温度。当我们那个温室气体效应太过严重的时候，伊也无法度正常的开花。无法度正常的开花，伊就无法度正常的结果。一寡物件要用设备来克服啦，但是成本的问题啦。大温室起来了时，我可以用微量元素气候喷雾，还有那个设备，帮它解决到它的产期。望食业者表示，因搭望食利用喷雾、电风来降温。目前台湾发展上好的果子是柑仔蜜、甲果仔泥，原本半年收成一届，即马规年透天拢有。但是专家嘛指出，望食只是暂时解决产量的问题，若要阻止气候变迁，嘛是爱对源头来解决，才会当达成永续环保的目标。记者陈阿选、谢桂玲台北报道。天气报道在，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北部地区30度至35度，中部地区29度至33度，南部地区29度至34度，东部地区29度至32度。还有外岛地区29度至33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雅纯。咱明仔再同一个时间再会。